孟加拉学生领袖哈迪进前主导的 Z 世代革命，结束前总理执政是受到正人的注目。不过后来伊参加竞选活动，煞去互枪杀，引起几万的民众大规模抗议，要求要赶紧抓到凶手。今嘛哈迪往生的消息出来，孟加拉政治局势可能会有变化。 民众一个一个通过安检来到孟加拉首都达卡，目的拢是要送学生领袖哈迪最后一程。有的人情绪真激动，也有人伫哭。悼念的人一直大喊口号，生气甲不满也对送行，慢慢转化成做对这阵现状的不满。 We are not in hope that justice will be ensured in our country. So we think we have to fight long. We have to fight more and more. 叫你维安渐渐改变，烦恼群众不满的情绪会发作。孟加拉学生领袖哈迪进前伫达卡一座清真寺参加竞选活动时，和后边的枪手开枪拍到，赶紧送往新加坡病院抢救济工，尾仔医院是受伤严重，不治死亡。消息传出了后，民怨一日就爆发，孟加拉当地已经有名报社连续遭到放火攻击。 হাদি এখন কোনো সাধারণ একজন মানুষ না সে একটা হাদি মারা গেছে লক্ষ হাদি জন্ম নিয়েছে লক্ষ লক্ষ মানুষ হাদির ভূমিকা পালন করবে 只有32岁哈迪伫孟加拉学生主导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注意。去年的抗议运动结束前总理哈西娜长期的执政，也引出真侪学生世代的代表性人物。孟加拉会伫明年2月举办大选，正传出哈迪身亡的消息，孟加拉政局搁再增加变数。 后续是不是演变成做更加无稳定的情势，有待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